过年伫要到啊，真侪庙拢会抽国运签，亲像高雄五界帝君庙已经抽出国运签咯。庙方也要提醒大家，就要特别注意疫情。另外，高雄地区的庙宇伫过年期间会加强防疫，亲像初一的抢头香活动拢取消，凤山天公庙也暂停烧禁。五家关帝庙今年国运签要是新明降临，透过笔声写签诗，观音妈开出中平签。签诗讲到年来疫力超苦海，拄好反映即卖疫情。这疫情真严峻、真严格、大家爱注意。4月份这个物资可能会渐渐稳定下来啦。这疫情爱7月时可能会较平稳些化。庙方表示，苏贵签嘛讲到今年春夏秋平平，当季的运势较有利。嘛是因为疫情，高雄真侪庙寺过年活动取消。当年初9天公生拢热闹滚滚的凤山天公庙，今年过年庙门甲金炉拢关起来。6组人伫迄4周有伫管制。阮今年有那个无爱开庙门，无爱卖金纸，迄个人员的管制，爱量体温啦主要你有迄个心来甲伊崇拜，安尼就好啊。两手。包括烧香，我感觉嘛慢慢改善，不用了。另外，亲像五家龙兴宫取消初2等后头的办桌，基山天后宫初1抢头香嘛取消。高雄市民政局要求庙寺过年期间邮寄出巡、抢头香等等的活动拢停办。庙寺干那一个出入口管制，互民众过年参拜嘛做好防疫。记者邓阿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